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我来到凤林镇上使用植物染的染布工坊，而听说这些染布与客家文化也有关联。现在就来询问熟知在地客家文化的刘老师吧。其实蓝染是一个任何族群的传统，可是客家人在蓝染、蓝山这个部分，在台湾地区还有保有它的传统。不管你是蓝染或是植物染，它的技巧是相同的，它只是萃取的染液的用法不同而已。植物染是任何你见得到的植物，你都可以利用它来染。它最特别的地方，除了它颜色不一样之外，它最重要的意义是它都是就地取材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一种永续生态的一种做法。其实我们举个例，榕树修剪下来，我们用修剪的树叶，七里香、月菊那种开小白花的，修剪下来，我们也可以来做染液。这是茜草，一种中药草。茜草。对，这颜色也好漂亮，这有点像暗粉红色。对，这个材料是丝棉的。所以说你说任何的手法去构筑它的时候，这个产品有它的特色，独一无二的。色彩缤纷的作品，每一件都蕴含了独有的特色风格。大自然的色彩琳琅满目，目不暇接。前人经过不断的尝试，用自然的花花草草染出各种美丽的图腾。所以，是不是用各种植物做出来，它的颜色就不一样？千变万化。凤林是客家庄，我们除了蓝染的特色以外，我们也希望客家突破它保守的那种模样，用很丰富的色彩渲染出客家族群的另外一种美。经过刘老师的讲解，我也在脑海中勾勒出我心中的完美作品。透过我的双手完成，而后染色与静置不断来回，我小心翼翼地呵护作品，希望赶紧见到成品。噔噔，老师的好漂亮哦！当初没有绑紧，所以我其实，所以它会有一点好像没有的感觉。透过就地取材的植物染织工法，用我的双手完成专属于我的艺品，在作品上留下印记，渲染凤林的美好，也将这份回忆留在心里。